请点传世慈悲，乾道一鞠躬，坤道一鞠躬，请点传师好，请点传师好。各位起来，请坐。时间过得很快了哈。那今天许校长讲的课很精彩，而且相信大家来应该有很多的体会，说不定有更多的想法已经浮现了。哦，那其实或许都会感觉，其实我们在圣坛办的一些班会并不是不好，大家其中感受还不错。可是回到各道场，我们要推行的时候，都遇到一点点盲点，我们要落实。跟我们听到的这种落实之间的差距，还大家有在共同的努力。从我们知道到落实，这个更需要更多人的脑力激荡，共同合作配合，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所学到的这些概念真的会越来越好。不过或许一些简单的感觉，在许校长的课里面，第一个他讲到陪伴的重要。那陪伴要分两个，我们孩子陪着我们的时候，都是我们要孩子听我们的，我们比较少去聆听孩子，所以我们就会忘记我们的孩子现在需要我们给他什么。所以除他的那个333的第二个聆听3分钟，我觉得蛮重要的。那我们尝试去调整思考，我们的孩子现在的程度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给予什么东西？陪着他一起来共同学习也好，或共同来做。第二个是我们在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带给孩子是不是爱与温暖很重要？还是我们常呈现是唠叨、责备？所以其实是我们是常通过唠叨、责备把孩子推出亲子关系的，从亲密变成疏远，都是因为我们常犯了唠叨跟责备这样的问题。各位，如果你的孩子是青少年，你在常常跟他唠叨跟责备看看，你会发现你的孩子的眼神表现越来越离你遥远。可是很奇怪，我们的社会常常会让我们在我们孩子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扮演这种唠叨责备的角色。你再去给我做什么事情看看，你不要去做什么上网的工作，你不要划网手机，什么都不要，不然我就骂。所以形成了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越来越不亲密。换了个角度来，我们现在的父母也很难为，因为我们都很忙。我们除了忙于我们个人的事业、家庭之外，在座的各位还要忙道场。这么忙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要做好亲子关系或者陪伴孩子，容易不容易？好难。陪伴的孩子，道路就放了，努力跑道路，家庭就放了，会形成那种矛盾的现象。但有没有可能鱼与熊掌都兼顾，我们两边都做好？就会值得思考或许没有一定的答案，因为或许还不见得做得很好。不过我相信有些浅显做得还不错。你看他出现，他的孩子一定跟在旁边。所以。当你有小孩子需要带出来的时候，你多么渴望现在道场能够提供安顿我小孩的这样的体制。所以早期读经班是为了安心用的，慢慢有些比较有理念的时候，除了安心，我们要给的更多，我们要读经教育，那让孩子透过这样的教育，领悟到更多的道理，成为一个更有品格的好孩子，对不对？可是我们投入在这一块的资源比较少，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力都在道场所认为的道务，孩子的安亲呢有就好，我们并没有把它系统化、长期化，所以后来孩子在读经班都还可以，孩子不来读经班你就掌握不了他，甚至我们的老师跟孩子没有形成一个固定关系，就像客人开商店的那个7-11的那个店员，每一个顾客来都跑来跑去，没有固定的，所以他不会觉得这是我的业务，我只负责把店顾好就好，对不对？他没有顾客群的概念。那我们读经班会不会也变成只是安亲班，来了就走了？那我没有固定班员的概念。所以我们慢慢需要有个概念，就是我们都有固定班员，我固定有在照顾关怀某些孩子。这样这些孩子会留下来，
我们的班，这个我们提出来思考，好不好？慢慢的，我们在透过读经班或透过某种方式，我们把它凝聚一个所谓的大家庭的概念，这或许可以下一步我们再来努力的。孩子们或家长们亲子共同来读经，或共同来我们的读经班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温馨、充满爱与温暖的大家庭。每一个家长都会付出他的专业，他也给他扮演一位读经班的老师或志工。不用说我们这次表这么忙碌这样子。或许有一个感觉，很多读经班的家长，他看我们读经班成功不成功2道因素：一，我的孩子的行为有没有越变越好？有没有变成乖小孩？还是他虽然很会背经，但是他行为很不好，很会忤逆我，很会跟我斗嘴。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认同读经班，因为我们只是教他会背经而已，并没有改变他的行为。我说这一点可能各位要做思维。第二个什么指标？我的孩子来这个班读经班，有没有因为来读经班荒废他的课业？这个部分呢，我也发现，读经班的老师无力去照顾孩子的课业的，因为我来只要教你读经嘛，哈。可是当家长发现我的孩子来读经班，课业会影响的时候，他等到孩子大了，他会不会把孩子送来读经班？不会，送补习班，因为他觉得送补习班比较有意义。这个是我们必须去跟家长思想做拔河的部分。如果我们思考我们的读经班要长远能够推动，我们就必须要做这样的思维。这下面的一个短点是，读经班办的造成的钱也会希望跟大物有关系。我们可以因为读经班推广，大物越来越红展，越来越好。这是前天对我们各位读经班的老师的一个期望，是不是？那也很多读经班的老师承受这样的期望，压力很大。可是呢，如果我们办的读经班对大物真的没有贡献或帮助，可想而知，贤贤们到场会支持这个读经班的意愿相对就低，对不对？很多东西怎么去拿捏那个分寸平衡，都得各位动用各位的智慧。我们希望我们的读经班真的也可以怎么样，成年到来对道的推展是有帮助贡献的。或许相信只要这些目标都慢慢达成了，读经真的是很值得推广的。通过我们的读经教育，让我们很多的家庭越来越有经典的文化，越来越有孝悌的之道的风气，越来越让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或许相信这个东西，读经教育是很值得推广的。它的重要性跟我们在推动度人、成全人，希望他有承认是不违背的。只是我们怎么拿捏它的方向跟那个分寸而已。那或许就大概这样跟各位分享。感谢各位今天莅临来共同来配合这个班。我们也期望未来我们这个读经班越来越红展。抱歉，那个我们有一个，因为一如姐她的孩子生小孩她现在比较专心当顾小孩的阿妈这样所以读经团队有一点点做调整。那未来是由孝德单位师分节俭来做读经组的召集人，然后我们重温灵任会庆前显，还有这个静文仁德的静文前显，还有一位是爱贤的雷安这几位形成了中心核心的一个团队很多班务他们5个人会共同来操办。另外我们的俊杰前显跟易如前显就担任顾问，把他们多年来的经验呢来做传承做指导，这样吧。那在座的各位姐或许希望成为这5个核心规划小组的一个支柱，因为事情要办得好，需要大家共襄盛举，好不好？然后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有什么想法，希望这个教育对各位真的是有帮助的，不吝客气提出来，好不好？那后续也会开始对这个读经的区块多一些了解以一些配合，这样好不好？如果需要给后学意见高见的，请不要客气，把信给后学，然后后学就报告到这边，谢谢各位。
感谢点传师慈悲前道一鞠躬，坤道一鞠躬。109年心意义和亲子讲座班圆成，一起闭班，下午及老母行3鞠躬礼，前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慈悲一鞠躬，感谢各位点传师一鞠躬，感谢讲师一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慈悲一鞠躬，感谢各位点传师慈悲一鞠躬，感谢讲师慈悲一鞠躬。一起持架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人一鞠躬，持架负前人一鞠躬，送架各位点传师一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人一鞠躬，持架负前人一鞠躬，送架各位点传师一鞠躬。我们大合照的地点就不在这，我们在大殿。那现在烦请就是